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10月15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林义峰日前对外公布了伊的政见概念馆，即马嘛正式对外开放。13号的上午举办了盛大的开幕仪式，会中也来了侪无党籍的议员候选人到场来支持。主办单位也特别邀请到伫咧动漫音乐节表演的艺人，举办着见面会。现场的气氛会当讲是闹热滚滚。这座特别的政见概念馆是由市长候选人林义峰所设立的，目的就是希望民众会使来了解伊的政见理念。13号上午举办盛大的开幕活动，现场会使看到侪民众伫馆内了解伊的政见，同时嘛邀请国际动漫音乐节东港活动的表演者甲民众见面，也阁有粉丝送花。整个活动现场就亲像艺人见面会。林义峰嘛强调，人民一定知影爱选倒一个优质的候选人。伊嘛欢迎所有的市长候选人到政见概念馆来了解伊的政见。相信6个市长拢会来遮看，我也拢讲伊上适合做台南市长的。其实咧，倒一个上适合，这是爱向新州评估，有法度替台南做代志无？敢讲敢做，佮敢讲。4当做好，11.7，30个月要死头路，但我林义峰呢，毋是我操蛋。对，这是50当来，无人敢讲这个话。这个恁来了解，伊北都来，我重复者，北都来爱有物件靠法度，毋是啊转的，迄拢无效啦。如果咱选出来市长，伊要做伊个怎样做，局长讲无法度，伊个定伊。来，我讲你要讲看讲伊无法度，我绝对来换起来，我做好看。一般传统的竞选总部造势，拢会有政治人物上台相挺，但是林义峰的现场却是邀请艺人上台比出林义峰的招牌手势，并画出动算，现场气氛更加好耍，嘛，互台下的支持者拢感觉非常特别。但新闻国无以采访报道。无党籍市长候选人苏焕智为着要互台南的经济来振作起来，积极推动了侪相关的政策。15号上午嘛推出了第4基建，有关着所谓智慧产业园区以及物联网中心的政策，希望透过这新兴的产业，协助台南的产业来升级，加速推动台南成为真正的智慧城市。所谓智慧科技是目前全球发展上紧、影响范围嘛上大的产业。为了帮助台南的经济会使重新起飞，无党籍的市长候选人苏焕智认为，台南未来嘛需要推广所谓智慧科技相关的产业。15号上午嘛特别召开记者会，提出建设所谓智慧科技园区的想法。苏焕智嘛强调，台南是发展所谓智慧相关产业的好所在，因为除了有相关的人才以外，嘛有适合的场地，生活机能嘛非常方便。只要市府大力推广，绝对会使有效帮助台南的经济。那这个数位智慧园区也是现在全世界主流最重要的一个主流，那也是提供最多就业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性的产业了。那我们认为台南呢有17个学校，那每一年所培养的这个资讯相关的学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那这些学生呢，在台南又有非常好的生活环境那所以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大学教授可以来支援。那所以怎么让这个数位智慧产业在台南可以来生根？那这个数位智慧园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了。那这个数位智慧园区呢，的概念跟传统的工业区不一样。那传统的制造业，那么这个工厂式的所谓的工业区，它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那但是这个相对的
这个数位智慧园区呢，反而比较需要的是比较好的生活机能。所以只要有大楼，那只要有空的房子，那事实上它就可以在这里呢来推动。苏焕智认为，市府会使伫这个产业内底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有效利用其中的技术来建设城市。同时嘛，希望未来会使推动台南数位银行，提供现在银行较少提供的服务。伊嘛强调，如果伊若当选，绝对会全力推动台南发展数位智慧产业，予台南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的机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随着选战愈来愈接近，所有的候选人嘛加紧脚步。这个东区也因为减少一席，又搁有11个人来登记参选，竞争特别激烈。为着要寻求连任14号上午，议员陈金珍举办着盛大的竞选总部成立活动。现场除了侪民众到场小听以外，立法委员林俊宪甲市长候选人黄伟哲嘛拢到场来支持，希望帮助陈金珍下下东区这重要一席。距离选举只剩5个月，所有的候选人拢在做上尾的努力。其中因为东区减少一席，同时还有10几个人登记参选，嘛被认为是竞争上激烈的选区之一。寻求连任的议员陈金珍14号上午嘛举办了竞选总部成立的活动，现场来了侪民众支持。会中立法委员林俊宪、王定宇嘛到场相听，希望陈金珍会使为民进党摕下这关键的一席。东区有上好的学校，东区有上好的选民，东区有上好的里长，拜托东区要把这个上好的议员顾起来。如果你心内知影东区6席减1席，剩5席；如果你心内知影陈金珍是有危险的，莫互今仔日这个场面下着，这个场面无够啦。虽然伫遮要拜托咱大家，在东区要咱投票，要咱选。我讲东区民进党你先甲顾一席顾好调，先甲陈金珍顾当选。要安怎来投？我拜托咱大家，你若顶边投陈金珍的这边一票拢袂使走，继续支持金珍安尼好无？继续投陈金珍，互伊先甲东区民进党第一席先甲确保落来。这个同时也是市长候选人黄伟哲的联合竞选总部成立，所以黄伟哲嘛带领侪议员候选人到场相听。共同敲响警钟，为陈金珍加油。陈金珍会使讲是咱伫东区服务上介好的议员。另外呢，对着金珍来讲，伊是公共卫生专业，伟哲嘛是公共卫生专业，所以呢，阮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阮两个人对咱医疗这个品质的改善，阮有共同的目标甲理想，所以金珍一定要当选。我要争取设立南部国家级的检验中心，大家会知影，过去的登革热，还是有一个流行病的一个爆发，还是讲你大家对咱所食的物件感觉有疑虑，若要摕出来检查，要检查伊的成分，要检查伊的质量，结果呢，咱就送去倒，爱送去高雄，爱送去台北市，咱台南市呢，都爱来设立一个国家级的检验中心，互咱这个市民的健康好得保障，你讲好无啊？大家知影健康上重要啦，咱会知影，咱即摆市政府，都爱来扩大照顾失智的病友，爱来设立团体家屋。陈金珍嘛强调，如果伊争取连任成功，嘛将会监督市府调降房屋税，并期待会使解决老人失智照护的问题，嘛增加对弱势团体的关怀。将台南打造成为一个健康的城市。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一群从事整家美容的专业人士，伫咧议员王家珍的牵线之下，结合了视力检查。10月21号，将要伫咧东区德公里活动中心免费来提供着服务。业者也强调，整家美容彩绘不只是爱水而已，更是健康保养的基础。过去大家对着美甲这道印象，拢停留伫整界彩绘看水，却毋知影真正的保养甲修整，拢是一段功夫甲学问。所以当议员王家珍无意当中接触，嘛知因透过全国整家彩绘美容工会联合会力量，拢会免费替登记岛面层的老人来义诊做爱心。所以兴起结合这群优质的专业，10月21号要共同来办义诊服务。
强调除了美丽，嘛是健康的象征。19号上午透过记者会，邀请市民拢来参加。有些长辈们，他们可能今年对自己的指甲如何修剪也不太这个熟悉。我们这边呢会协助，如果您是长者，长久对于自己指甲的保养没有任何概念，欢迎您过来。那当然，如果你是年轻人，也非常欢迎年轻人让自己更美丽，让自己的指甲你自己看到赏心悦目，别人跟您这个握手的时候，跟您交汇的时候，也因为我们健康美丽的指甲呢，心情更愉悦啊。所以我们21号在德光里活动中心9点到12点有这一个健康时尚。我们标美甲，让你的指甲更健康的活动，包括文雄的对于我们眼睛的验光的义诊这一部分啊。不光是东区的朋友，任何好朋友，你有兴趣来参与，我们都无比的欢迎。美容工会表示，等于目前整届教学也在争取技术证照认同，所以嘛希望透过活动来带动民众的认识甲市场的消费。主办单位表示，因为平均一人的保养甲义诊就需要半点钟，所以东港伫德公里活动中心预计只提供50位服务，所有兴趣民众会当量早向议员王家珍服务处报名。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为着要鼓励新人会当伫咧台南成家立业，共同来打造幸福的台南，今年台南市政府持续来举办着联合婚礼。定伫咧10月27号，要伫咧基美博物馆前广场盛大来举行。当时主办单位民政局为着要互所有的新人知影东港的流程甲相关结婚登记的事项，13号上午特别举办着说明会，做详细说明。台南市107年度联合婚礼甲过去同款报名踊跃，总共去106对新人。市区民政局为了让报名新人明白联合婚礼流程，并且协助户政登记等咨询，10月13号提前伫安平区公所举办说明会，新人双双对对出席，嘛互人感受因新婚的喜乐。根据统计，今年来自新北、桃园等外县市参加的有17对，年会对58年次到上少年的82年次都有。因为台南不是因的初恋，就是伫旅游、求学、就业、打拼的好所在，所以特别有感情甲意义。对台南未来环境嘛充满期待。我们是刚好同事有参加，然后我们想说，那因为刚好我们有小孩了，所以也一起带小朋友参加。对，然后因为很多人这样很热闹，觉得蛮特别的。为着有新人的爸爸代替参加，鼓励因透过联合婚礼完成终身大事。参加集团结的话，是也算一个很隆重的一个场面嘛。有比较简化一点，而且很多人参加也比较热闹一点。说明会中，民政局嘛邀请台南市家庭教育中心的专家，以将婚教育作为主题来分享性别平等，希望为所有新人美满的婚姻来努力，望大家收获满满。会中民政局代理局长林正儒嘛特别到场祝福，见证因伫台南成家立业的婚姻。这届特别咱107年联合婚礼，对咱早期的集团结婚来，今年真正有真侪107对幸运的在新人来报名参加。咱的举办的地点呢，伫咱的奇美博物馆。咱最主要呢，就是讲要呼吁咱所有的好朋友、所有的新人，透过在我们的一个联合婚礼，能够说得到一个温馨的一个比较尊严的一个婚礼。也希望说期待大家能够借着这个婚礼，能够到我们台南来结婚。最主要要呈现是我们台南是一个做梦啦一个非常生活机能非常好的一个好地方。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全国观众朋友今年没有报名到的，明年可以继续来报名。今年联合婚礼说明会包括5000间饭店、婚纱、家电、珠宝等赞助单位，嘛拢到场参加。除了东港要寄出丰富礼品来销送，以后也阁要提供新人专属的优惠，嘛有气氛相当的热烈。
联合婚礼就定10月27号伫基美博物馆登场，要所有新人感受来自台南各界祝福满满。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着让囡仔有一个安全学习的环境，社团发明台南市家长会联合会伫咧成立20周年的时间，配合着教育部、内政部、警政署反毒年，14号下午伫咧市府西边的广场来举办着爱你一生千人共享的反毒活动，要来传达对抗毒品的决心。长期关心咱市学生的台南市家长会联合会，为了让学生有安全的学习环境，同时嘛宣示反对毒品的决心。14号下晡特别举办一场“爱你一生，千人共享”的反毒活动，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活动，让学生甲家长了解反毒相关的知识。会中立法委员陈廷辉嘛到场支持，共同宣示反毒。我们也希望说，今天的活动不是只有这一次。而是利用我们所有家长的力量，我们共同让我们的校园变成无毒校园，让我们的下一代真的能够在校园里面展翅高飞，这才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重点。所以借着今天的活动，与大家共同来呼吁，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毒品赶出校园。这是我们非常慎重而且非常重要的宣示。台南市家长会联合会关心教育、关心学校、关心小朋友的受教权。我想现在社会上因为毒品的泛滥让我们全台南市的家长们很担心这样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台南市家长会联合会各位家长会长、各位监事，我们愿意做这样的活动，唤起所有台南市的家长对于毒品的警觉，希望这样的毒品入侵校园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小朋友以及在学校端的各个小朋友。现场嘛由警察局长、教育局长等长官颁发校园反毒大使的聘书予各校的同学，希望这个同学未来会成为校园反毒的重要帮手。希望大学的校园大家可以不要吸毒。公司很开心能够有机会来到这边，就成功当选大使，因为有很多所学校投出来也只有几个人而已。回学校宣导反毒，还有反黑一些反暴力。会中嘛安排学校做音乐的表演、跆拳道的演出，也有毒品相关问题的有奖问答，嘛有警方准备的毒品熟识，嘛互现场的大小朋友收获满满。主办单位嘛是希望社会大众会使做伙加入反毒的行列，勇敢甲毒品说不。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中央节将要来到国际赛主会300地湾区第9专区，为着要关怀长辈，特别甲安平区公所合作，伊着举办着爱心的办桌，用丰富的菜色要来招待着安平区的独居长者，同时现场也有义诊甲免费注流感疫苗等等，希望让独居的长者伫咧中央节进前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安排了专业的人士来帮安平区的长辈好好整理头鬃，
嘛有护理人员伫咧现场免费替长辈做简单的健康检查以及流行感冒疫苗注射。国际社主会300支湾区的第9专区甲安平区公所合作，安排了这场爱心响宴，就是要来关怀安平的独居长者。300D1我们蔡基隆、蔡董所带领的团队狮子会跟我们区公所合办的一个重阳关怀长者的一个餐会。那我们今天整个活动呢，大家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外面，我们有义检然后我们也有健检，然后还有现在因为天气凉了，也有流感的疫苗的施打。然后呢，我们等一下还会有精彩的舞蹈表演，由我们媒合我们的社区志工做戏剧的表演，然后还有社区的妈妈做舞蹈表演。那还有最重要的其实在整个一个策划里面，也很感谢董事长对于我们安平的一个支持。重阳节的前3天，我们国际狮子会300荔湾区在这里举办一个敬老餐会就是在重阳节来庆祝我们这些长老这些长者有一个愉快温暖的重阳节，也举办一些那个义检。等一下，我们也是餐会完，我们这些独居长者也会发红包1000块每个人1000块庆祝他们也有我们300荔湾区第9专区，也有捐赠我们安平区公所一些备电机可以使用庆祝这个重阳佳节给他们度过一个温暖快乐的重阳节。现场来了侪参与狮子会成员，一寡师兄师姐拢聚集起来，伫咧重阳节准备来到的时阵，要予安平区的独居长辈上界温暖的关怀。咱的新闻网志豪采访报道。在地人服务在地人，一直是台湾邮政协会坚持的理念。上午，台湾邮政就结合了邮政工会，联合捐赠了一批白米、甲大米等等的物资。要予16个老人关怀据点，希望借由公益的行动，将爱心传遍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百满台南邮局包括680袋大米、600包的白米，甲324包的五谷粉等物资，对中华邮政工会台南分会甲台南邮局所联合，要来关怀老人共餐据点爱心。主办单位表示，因已经连续第3档响应政府照顾弱势者公益行动，也希望回馈社会，达到抛砖引玉效果。咱即摆足侪少年人拢其实爱食头路，时大拢留伫咧厝里。咱基于讲咱邮政协会这个公益活动，就是讲要照顾咱不管是讲弱势的家庭，还是讲咱独居老人。即摆特别咱迄个请咱台南市政府啦来看咱咱台南市内底有需要咱甲帮忙的一寡长者。会当互伊讲感受到讲，佫有迄个家庭的温暖啦互咱的迄个逝世因的逝世会当讲安心伫外口去打拼，来食头路安尼。最主要是阮邮政协会已经连续几啊档拢办即个公益活动，嘛拢委托阮邮局也是工会来去办理，希望透过即个活动会当互社会温暖，来普遍到咱每一个角落。这嘛是咱的政府一个政策，阮身为一个迄个国营事业，我嘛来配合迄个咱政府的政策，来照顾着咱迄个百姓啦，嘛是讲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啦，这个最大的一个目的。嘛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咱来引起着咱社会共鸣，互大家来做善事，这是阮上大的目的。主办单位表示，每一档因拢会设定无同的弱势团体，包括身心障碍、低收入户等等的对象来捐赠，就希望互社会关怀普遍到每一个角落。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侪云有时好天，温度24度至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10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